喺比利時安特衛普市嘅地底深處，一個保安員正沿住一條安靜、燈火通明嘅走廊行緊。佢做緊每日例行嘅早間巡視。當佢行到主金庫嗰度沉重嘅鋼門前面，佢發現有啲唔妥。嗰度重達3噸嘅金庫大門竟然大開。金庫入邊有189個極度安全嘅保險箱，其中109個被人強行撬開。地下佈滿散落嘅鑽石、金鏈同空嘅珠寶盒，總共超過1億美金嘅鑽石、黃金同現金就咁樣憑空消失咗。但最恐怖嘅係，警報器從來冇響過，動態同紅外線感應器咩都探測唔到，閉路電視片段唔見咗，由頭到尾亦都冇人報過警。時至今日，呢單案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大嘅劫案。要明白點解要起呢個金庫，你首先要了解安特衛普呢個城市。安特衛普係世界鑽石之都，即使去到今日，全球大概有85%嘅鑽石都會經過呢度。數以十億計無法追查嘅龐大財富，每日都喺市內一個極細嘅區域流動。呢度就係鑽石區。呢個區域係全球防禦最森嚴嘅地方之一，每個街角都有警察，周圍有幾千部閉路電視。而喺呢個區域嘅正中心就係安特衛普世界鑽石中心。鑽石中心嘅地底2層就係主金庫嘅所在地。鑽石經紀、交易商同珠寶商都會將佢哋嘅貨物存放喺呢度。因為呢間房入邊嘅財富實在太過龐大，金庫嘅設計師唔單止做咗一道堅固嘅大門，佢哋仲建立咗一個強大嘅保安系統。佢哋設計咗一間理論上根本冇可能潛入嘅密室，只要一有人闖入，3分鐘之內武裝警察就會趕到。如果你想偷走啲鑽石，你唔可以淨係喺度挖條隧道。金庫被厚厚嘅石屎牆包圍，牆身裝有震動感應器。如果你嘗試鑽牆，震動就會觸發警報。所以你必須由正門行入去，同時仲要避開走廊24小時全天候嘅閉路電視監控。扇門本身就係一個噩夢，佢係由3噸重嘅實心鋼製成，由一個每星期改一次，有成1億個可能組合嘅機械密碼盤鎖住。就算你真係咁神奇估中個密碼，如果你冇一條特製嘅鎖匙，嗰度沉重嘅門亦都唔會喐。但係退一步講，就算你真係有辦法強行打開呢道巨門，呢個只不過係一個開始。當大門離開門框嘅嗰一刻，磁場感應器就會斷開，即時觸發警報。喺漆黑一片嘅房間入邊，紅外線感應器會掃視黑暗，隨時準備探測闖入者嘅體溫。如果你嘗試開電筒睇路，極度靈敏嘅光線感應器亦都會捕捉到突然嘅強光，然後觸發系統。最後，就算你闖過咗大門、磁力鎖同感應器，啲鑽石依然鎖喺189個獨立嘅保險箱入邊，仲需要佢哋各自專屬嘅鎖匙先至開到。建造呢個金庫嘅工程師充滿信心，佢哋覺得呢度係堅不可摧。呢場劫案並唔係一朝一夕發生嘅，佢經過咗耐心周密嘅計劃。一切由一個叫做 Leonardo Notarbartolo 嘅男人開始。Leonardo 係嚟自意大利嘅職業大盜，屬於一個被稱為 School of Turing 嘅高智商犯罪集團。佢喺鑽石中心入邊租咗間辦公室，佢又買咗地下金庫嘅保險箱，對外宣稱自己係一個意大利鑽石商人。為咗完成呢場劫案，佢將佢嘅團隊帶咗過嚟，佢哋全部都係專家，一個被稱為怪物嘅鎖匠專家，一個被稱為天才嘅警報器同電腦黑客，一個被簡單叫做鎖匙之王嘅開鎖達人，仲有 Leonardo 嘅朋友 Speedy。第一個難題係密碼盤，喺金庫大門正上方有一個燈膽。Leonardo 同佢嘅團隊偷偷地將一個微型攝像機直接收埋喺燈膽座入邊，鏡頭直指密碼盤。為咗安全咁樣接收影片信號，又唔俾人發現，佢哋將接收器收埋咗喺一個望落好普通嘅滅火筒入邊。就咁樣，賊人攞到咗密碼。接下落嚟就係嗰條鎖匙。鎖匙之王已經完成咗一項不可能嘅任務，單靠隱藏攝影機影到嘅畫面，佢成功複製出一條用到嘅鎖匙。但喺劫案發生當晚，佢哋有咗一個驚人嘅發現。鎖匙之王喺錄影帶入邊留意到，保安喺開金庫之前會去一間細細嘅雜物房。當班賊去檢查嗰間冇上鎖嘅房嗰陣，
佢哋發現咗一個巨大嘅保安漏洞，金庫嗰條原裝鎖匙竟然就咁掛咗喺牆上面。佢哋攞走咗條鎖匙，並且用佢打開金庫，然後將佢帶走，確保警察永遠都唔會發現原來有人成功複製過條鎖匙。而家佢哋有咗密碼，亦都有咗鎖匙，佢哋只係需要一個方法去擊敗嗰啲電子設備。佢哋揀咗2月15號嘅週末行動。揀週末係因為星期六係猶太人嘅安息日。由於大部分嘅鑽石商都係猶太人，成棟大廈會空無一人。Leonardo 嘅團隊潛入咗大廈，佢哋用自製嘅盾牌避開紅外線探測，又用簡單嘅黑色膠袋笠住閉路電視鏡頭。佢哋就咁一路落去地庫。佢哋企喺金庫大門前面，轉動密碼盤，插條匙入去1樓，但佢哋並未拉開道門。首先要解決嘅係磁力感應器。呢個系統依賴2塊磁鐵板保持完美對齊，一塊喺門上面，另一塊喺門框上面。為咗破解佢，天才攞咗一塊特製嘅硬鋁板，上面貼咗強力雙面膠紙。佢將塊有黏性嘅鋁板直接貼喺2塊磁鐵板上面，將佢哋完美咁樣鎖喺原本嘅位置。然後佢小心翼翼咁樣扭開磁鐵板嘅螺絲。而家2塊磁鐵板已經完全離開咗金庫大門，大塊硬鋁板將佢哋固定埋一齊，磁場從來冇斷過。就算佢哋最後將3噸重嘅巨型鋼門大開，電腦依然以為道門係關閉緊嘅。佢哋行入黑暗之中，如果佢哋開燈，光線感應器就會觸發警報，所以佢哋喺黑暗中工作。團隊踏入房間。佢哋用自製嘅盾牌掩護，移動得非常慢。為咗解決紅外線熱能感應器，團隊帶咗一罐普通嘅頭髮噴霧。佢哋將厚厚一層黏性噴霧直接噴落感應器嘅玻璃鏡面上面。頭髮噴霧入邊嘅化學物質形成咗一層短暫隱形嘅隔熱層，佢成功咁樣阻擋咗紅外線探測到人體嘅熱力。跟住佢哋伸隻手去到天花板，喺自動光線感應器嘅位置，簡單咁樣將一塊黑色膠布貼落去感應器隻眼度。間房而家對光線已經完全失明。利用黑色膠帶同埋頭髮噴霧，所有保安措施都被徹底擊破。呢個堅不可摧嘅金庫宣布死亡。警報器癱瘓之後，團隊有成晚嘅時間。佢哋攞出咗特製嘅手搖機械鑽。佢哋唔用電動工具，因為太嘈。單靠純粹嘅力量同槓桿原理，團隊開始撬開一個個獨立嘅保險箱嘅鎖，一個接一個。佢哋拉出咗一袋袋未經打磨嘅鑽石，一沓沓現金、金條、罕有嘅珠寶，財富數量多到令人咋舌。佢哋開始將所有嘢塞入袋入邊。佢哋做咗幾個鐘，撬開咗109個保險箱，但佢哋遇到一個從來冇預料到嘅問題。錢實在太多啦，佢哋嘅袋已經塞到爆晒。喺天光之前，佢哋靜靜咁樣離開咗金庫。佢哋潛入保安控制室，偷走咗攝影機嘅錄影帶，將佢哋呢個週末嘅所有證據抹走晒。然後佢哋行出咗鑽石中心嘅正門，消失喺寒冷嘅清晨空氣之中。呢個係一場完美嘅犯罪，係人類耐性戰勝科技嘅完美勝利。但每部完美嘅機器都有破綻，而對於佢哋嚟講，呢個破綻竟然係一袋垃圾。劫案取得全面成功，團隊揸車離開安特衛普，佢哋而家極度富有。佢哋唯一要搞掂嘅就係銷毀證據。佢哋有幾個垃圾袋裝滿咗喺金庫入邊用過嘅工具同雜物。Leonardo 吩咐一個叫 Pietro Tufano 代號 Speedy 嘅隊員去燒咗啲袋佢。但係當佢哋喺高速公路上面揸緊車嗰陣，Speedy 突然間恐慌症發作，佢極度害怕警察已經喺背後追緊佢哋。佢哋將架車停喺高速公路旁邊一條安靜嘅泥路。Speedy 將啲垃圾袋掟入茂密嘅樹叢入邊，將啲垃圾散落喺樹林度，泥上面仲黐住幾十粒碎磚。要將所有嘢執翻埋一齊再燒毀，需要幾個鐘頭時間，所以佢哋直接翻上車揸車走人。但係佢哋掉垃圾嘅地方唔係一個荒山野嶺，佢哋將垃圾掟落咗一個叫做 August 嘅人嘅私人土地上面。August 最憎人喺佢塊地度亂掟垃圾。第二日佢發現咗啲垃圾，佢非常嬲。
佢發現咗印住安特衛普世界鑽石中心字眼嘅信封。August 報咗警，警方即刻將呢堆垃圾同劫案聯繫埋一齊。當警方搜索啲垃圾嗰陣，佢哋揾到決定性嘅證據。垃圾入邊混雜咗一份報價單，呢份文件屬於一間擁有金庫第149號保險箱嘅鑽石公司。但係當警方檢查金庫嗰陣，第149號保險箱並冇被撬開，完好無缺。即係話抌垃圾嗰個人同第149號保險箱嘅擁有人有某種關係。呢份文件直接指向咗大廈入邊有辦公室嘅意大利鑽石商人，直接指向咗 Leonardo Notarbartolo。警方喺泥地揾到嘅大半個三文治上面提取咗 DNA 證據，一經化驗同 Leonardo 完全吻合，而垃圾亦都提供咗另一個關鍵線索。警方將一張超市收據同當地超市嘅閉路電視配對，當佢哋到底睇影片嗰陣，見到一個身材高大、肌肉發達嘅意大利男人，佢就係被稱為怪物嘅鎖匠專家 Ferdinando Finotto。幾日之後，Leonardo 返到去鑽石中心，扮到好似平時咁，但係警察已經喺度等緊佢，佢即場被捕。Leonardo 被判處入獄10年。警方捉到主腦，佢哋完全明白嗰啲保安系統係點樣被破解嘅。劫案發生嘅謎團終於被解開，但係仲有一個最後嘅細節，一個令到呢個故事變成真正傳奇嘅細節。儘管捉到主腦，儘管解開咗堅不可摧金庫嘅機械謎題，警方從來揾唔返筆錢。時至今日，超過1億美金嘅鑽石同黃金依然下落不明。呢場完美嘅劫案被一袋垃圾毀咗，但嗰筆寶藏已經永遠消失喺黑暗之中。多謝收睇。